台南文旦自去年重新外销日本，拍开中长日送的日本市场，也就是因为政府积极行销，佮加上台南文旦优良的品质，互日本人学了。市府今年再度启动台南文旦外销日本，预计伫9月份将4.2公吨检疫完成的文旦送到日本。请起好，来看到我们台南文旦号出发！哇，恭喜学妹，来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掌声鼓励，谢谢。台南文旦外销到日本已经中断了20年，去年在农委会农粮署胡忠一署长的努力下牵线完成。那今年更续这个去年的佳绩，尤其大家知道，日本人是很挑剔的。如果第一次可能为了交情跟你买，那如果不好吃的话，他第二年不会跟你买。那今年这个麻豆文旦不但可以持续我们台南文旦持续销售到日本，而且数量还会增加。那我相信这是乐观的因为今天饲料丰柜大概这个起运大概4.2公吨大概是7000台斤。那到这个29号一个礼拜，大概3天后可能还有10点多公吨要销售到日本。我们希望未来开启日本通路的钥匙然后希望说台南优质的文旦能够让台湾再次除了凤梨，除了芒果，我们文旦也要打开线路。那我们这个部分很希望说不管是打日本杯、打韩国杯、打香港杯、打新加坡杯，甚至打到美洲杯，我们都会继续。外销到日本的文旦，除了要符合药检，还要经过低温检疫等步骤，才有法度让日本的消费者享用到，一点都无简单。麻豆的文旦柚再度推到日本，各位知道，文旦柚要卖到日本很困难非常困难。怎么困难呢？它要完全供果园里面所有的用药要符合日本，这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要出去之前跟芒果不一样，芒果要蒸热，这个要低温处理。怎么低温呢？用1度C，至少12天之后再来检疫，看里面的这些果实蝇、蛋或者是果实是不是都死掉了？之后检验通过才能够出去。为了让更多日本朋友品尝到台南优质水果，市府特别送出1批文旦，让日本政要以及学校师生享用。收证仪式由立监事驻台办事处处长木下之乡代表接受。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的学校营养午餐中也提供了